曼聯下一任嘅主教練嘅候選名單，你想邊個教呢？安素馬雷斯卡啱啱從車路士落課，上個賽季仲帶隊攞過啦歐會杯同埋世俱杯嘅雙冠啊！但係今個賽季一度從聯賽第2啦下跌到聯賽第5啊！加斯拿水晶宮嘅主教練，今年夏季合同到期啊，亦都帶領法蘭克福攞過歐霸杯嘅冠軍，防守反擊體系。上個賽季仲帶領埋水晶宮攞埋隊史嘅首座足總杯冠軍，但係同阿摩連一樣，戰術亦都係同3後衞著稱啊。達倫費查呢個賽季亦都係由體育總監威確斯一手提拔成為翻 U18 嘅主教練，亦都帶領 U18 進軍到杯賽嘅決賽。熟悉曼聯文化同高層嘅執教理念契合，主打4-3-3。蘇斯一查亦都表態自己有意出任曼聯嘅臨時主教練，而且佢亦都完全唔在乎合同嘅期限長短。曾經喺18年嘅12月到19年嘅3月份擔任過曼聯嘅臨時主教練啊，並且喺呢個之後一直搭到啦2021年嘅11月份。沙維自2024年離開老營之後一直賦閒，如今亦都成為翻紅魔重建嘅核心目標。唔單止擅長打造傳控嘅體系，更加具備長期建隊嘅耐心同埋能力。而沙維本人亦都多次暗示過渴望登陸英超嘅比賽賽場。